台中朝阳科技大学甲普丁公益基金会来举办圆梦树的活动，邀请到相关的人士认买300份的耶诞礼物，要帮婚林家扶中心的囡仔达成愿望。 朝阳科大最近和普丁社会福利公益慈善基金会做伙办理朝阳圆梦树的活动，互婚林家扶中心的囡仔会当摕到圣诞礼物。我们拨定社会福利基金会跟朝阳科技大学的这个教职员同仁一起来认领，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能够散播这个爱心，也希望这个带动社会引起一个回响。 因为疫情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家扶辅助家庭生活变价更加困难，好希望透过这摆活动帮助囡仔完成愿望。因为毕竟圣诞节嘛，就像我们自己在家里也会挂圣诞袜，然后从小的时候，那也许只是一个小贴纸或是一份糖果，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节日的气氛。 嘛，希望透过这摆活动，会当鼓励更多人用行动来关心弱势族群。